覺得被綁呢一種感覺係一種可以放空自己啦，進入一個新嘅狀態，而喺呢個狀態裏邊好似好禪咁樣啦，你唔會諗其他嘢嘅，淨係會focus 喺呢一件事上面，咁就覺得好有療癒感，咁就覺得想繼續去了解呢件事，係好似水咁樣，每個人睇呢樣嘢可能有唔同嘅形態，睇出嚟嘅有唔同嘅感覺，有啲都話覺得係因為呢樣嘢太高度專注啦，而令到佢可以放低咗日常嘅壓力。提起日式繩縛，有啲觀眾可能會最先聯想到情色，原來當中嘅美學受到歌舞伎影響。例如11月上映嘅日本電影《國寶》，票房已經衝破160億日元。故事係講述一位歌舞伎演員高低跌宕嘅一生。繩縛術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古代捉犯人嘅捕繩術。有個講法係因為日本古代缺乏鐵材，唔似西方或者中國多用手銬，改用繩索去捆綁犯人。後嚟捕繩術發展出過百個流派，各有獨特嘅繩結技巧同埋捆綁方法。最著名嘅例如係一笪流、方圓流，喺江戶時代非常盛行。歌舞伎深深影響繩縛美學，表演有角色嘅專有場景，例如殺戮場面 Kuroshiba， 而拷問情節 Semeba， 例如呢個著名嘅場景雪澤，講述主角名畫師雪舟孫女雪姬，惡人松永大善覬覦佢嘅美色，雪姬百般推辭，松永下令將雪姬綁喺櫻花樹下折磨。到現代嘅繩師已經係一門專業，轉化為民間技藝，遊走於情色與藝術之間。大家好，我係 Rika 啦，我係繩縛師，而家大概做咗10年度啦。最開始接觸咧係大概2015年啦，當時夏天咧都係呢個時間，咁就開始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繩縛，開始去參加活動咁樣，咁就嘗試想將呢樣嘢變成一個興趣先嘅，最開始咁變成咗興趣之後咧，大概可能1年度啦，咁就開始學同埋開始教。最開始係咁啱朋友玩先嘅，有朋友就做表演，未見過啊嘛，打開門睇下係咩嚟嘅。當時係一個教學嘅形式嚟嘅，咁當時只係去了解下嗰個課堂係做乜嘢啦。開始咗3個月啦，咁就第一次就去咗馬尼拉度做表演，咁覺得可以再去做多啲唔同嘅探索喎。咁又淨係有嘗試咗被綁呢一件事，覺得想了解另一個 side 嘅 story， 咁所以就選擇咗大概開始咗半年左右啦，咁就去咗日本度開始學。佢哋好將呢樣嘢變成做一個真係一個職業啦，或者佢哋都好職人向咁樣去睇呢一件事，而唔係淨係一個leisure 嘅活動啊。咁所以咧就會有自己嘅地方啦。咁佢哋可能嗰個叫做道場或者工作室。豐儉樓嘅特點咧就係希望可以做到suit for everyone 嘅，即係可能無論係男士女士唔同嘅身形啦，唔同嘅 gender 啦，佢都可以 cater 到嘅。佢亦都希望以一啲安全同埋舒適嘅綁法啦，可以做到一啲比較難度高嘅動作或者一啲嘅 combo 咁樣嘅。而家喺日本可能有20至30個流派左右，咁而會派牌嘅可能有5至8個流派左右啦，就係一啲叫做指導員咁樣。第一技術含量啦，第二就係你嗰個老師會唔會有呢一個系統啦。我自己都即係可能學咗都可能4-5年啦，咁中間因為有疫情，咁所以就遲咗先考試咁樣咯。咁所以就都好睇本身同埋你老師啦，覺得你嘅學習進度啦，咁就可唔可以去升級考試咁樣。咁以我而家跟緊嘅豐儉樓為例啦，咁我只係一個南亞嘅分部嘅部長啦。咁如果我可以派嘅牌照可能係由1級去到4級啦。咁如果要再新增一個指導員，咁可能我就要同我嘅總會去申請我哋要叫佢嚟可能做一個考核咁。當時咧可能大概1年會翻去3至4次啦，咁就每次可能大概1個禮拜 intensive 上6至7堂咁樣咯。咁當然係因為我
我想 intensive 咁樣去準備啦，而可以即係同時兼顧到香港嘅工作咁樣。咁如果係攤場嚟講，其實起碼就你要每一個 level 都要可能有半年嘅時間去處理咁樣。二戰之後，社會發展更多娛樂，例如喺紅燈區長大嘅攝影師荒木經惟，將夜場嘅經歷影低再廣為流傳。隨住攝錄器材、錄影帶嘅普及，80、90年代繩縛更加成為 AV 題材之一，加深公眾對呢一種玩意嘅情慾印象。千禧年之後，出現更多繩縛嘅藝術嘗試，西方陸續有繩師嚟學東洋嘅繩縛。Lady Gaga 都有影過繩縛系列，仲喺羅浮宮展出過。咁咧而家就會開始綁後手縛先啦。咁我會綁一個3繩嘅後手縛嘅，係啦。咁3繩後手縛咧係講緊可能大約係8米左右啦，係啦。咁啊 Wicker 今次揾咗合作多年嘅繩模 Michelle 示範幾個難度由淺入深嘅綁法。一般會問可能由佢嘅傷患歷史啦，佢有冇一啲特殊嘅身體狀況啦，或者佢會唔會本身有一啲其他嘅諗法，可能佢有啲咩 expectation 係今次要綁一啲乜嘢嘅，咁可能係啦，呢一啲就會事前已經溝通好咯。最基礎就係教你綁對手咁樣咯，係啊，咁呢啲就到中階噶啦。同埋緊度咯，即係嗰個緊度，你覺得唔會辣到皮膚啦，亦都但係又有充足嘅承托力咯。呢個叫做 Munter Hitch 啦，叫做意大利半扣啦。咁我而家就做緊一個係背脊嘅一個固定嘅部分啦。咁做完背脊固定咧，就會去返前面做固定嘅。係啦，日本名咧叫 Nodome， 或者係如果英文咧或者叫 Coursing Hitch。當好似一個機器咁樣，你會有好多唔同嘅 parts 去組成。本嘅手編麻繩啊，我覺得係個 quality 會比較好啦，質量上比較適合去做呢一件事啦。咁啊，亦都粗幼都適中啦。呢度會有一啲神經線啦，咁太粗其實會壓咗落去。咁而家就會做一個叫做 suspension line， 即係做吊綁嗰個部分嘅嗰個嘅處理咁樣。咁就而家先固定咗個 model 喺呢個位置啦。normal 初學者咧，大概可能15至20分鐘左右要完成到一個呢一個後手縛。咁可能去到如果佢想考取一個級數咧，就可能要去到10分鐘以內咁樣。咁就會希望可以用翻你個髖關節以下少少嘅一啲嘅大腿肌肉同埋一啲嘅臀部嘅肌肉啦，去做翻一個支撐咁樣咯。有啲人可能冇乜鎖骨嘅咁樣，有啲人可能咧又可能個位置係唔同嘅，或者嗰個長度有啲係長啲嘅，可能嗰個人體係嗰個曲線咁樣，要視乎翻係咩情況咁樣，即係要即時做出判斷咯。咁就唔同嘅部分都會有翻自己嘅 suspension line 咁。好，咁我會先拉起一隻腳先啦。係啦，咁我就要喺呢個時候就開始改變嗰個位置啦，同埋你會發現而家就係一個叫做 partial suspension 啦，就係半吊係啦，即係個人未離地嘅。而家就做全吊啦，即係 full suspension 啦。咁我就會拉起佢隻腳咁樣，咁佢就會完全離地嘅。吊綁方法啦，叫做逆海路啦，咁就睇落去好似一隻反轉咗嘅蝦咁樣，係啦，咁樣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就會由呢個海路嘅綁法變咗做一個逆海路嘅綁法。我哋而家做呢個 pose 相對舒服啲嘅，咁就可以可能 hold 5至10分鐘都可能冇問題嘅。要視乎翻每個 model， 可能嗰個血液循環都唔同啦，同埋承受能力啦，同埋可能耳水平唔平衡啊咁樣啦。呢個係可以做一個spinning 咯，係啊，佢可以凌空有 spinning 咁樣。高階嘅高階 plus 會話高階以上嘅東西，係啊，係啦，咁樣，係啦，咁樣就多數表演嘅時候都會有呢啲 tricks 咁樣咯。係啊，我攰嘅，但係又都幾開心嘅，係啦。係啦，咁我而家就會一齊放咯，係啦，做一個高級啲嘅 tricks 就係可以同步放咁樣咯，係啦，咁而家佢就係啦，翻嚟地球表面啦，
如果做表演嘅時候會多一啲嘅互動啦，就會係去做翻一個 closure， 同埋會有一種大家去一齊完成一件事咁樣。我有陣時都會hug咁樣咯，即係都會綁，然之後會抱咁樣，會傾偈咁樣咯。信報 YouTube 獨家優惠，只要嘟呢個 QR code，即可以以38蚊試閱信報網上版1個月，一日都唔使個半，快啲訂閱啦！而家嘅學生嘅年紀啦，大概可能由18去到65歲都有嘅，係啦，即係唔同男仔女仔嘅 ratio 都一半一半啦。只要預先了解，其實even 可能有做過大手術都可以嘗試嘅，係啦咁樣。有啲咩係？但係有冇一啲係真係唔適合啊？或者其實唔中意啊，唔中意呢樣嘢可以唔試啊。譬如體重上有冇限制？即係太輕或者太重？假設係我咁啦。咁如果我可能我嘅重量嘅1倍以上咧，最好就會有多一位人士在場咧，去協助去保持嗰個安全咯。因為可能唔會有任何事發生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突發事情發生嘅時候，咁希望可以有多啲人可以協助到嗰個被綁者咯。就純粹係為咗安全上所以有一個負重上會去問一下咁樣咯。即係其實係冇上限嘅，就可以話。即係只要你揾啱嘅扣，揾啱嘅工具，其實都可以做得到。要結構啱，即係如果可能我用綁一個可能100磅嘅女仔嘅量啦，即係嗰個繩嘅量，然之後去綁一個200磅嘅男士，咁可能就唔合適咯。咁就算個綁法完全啱，可能都唔合適咯，因為唔係可以幫到佢負重，即係好似安全帶咁樣，你會唔同嘅體重會帶唔同嘅安全帶咯。幾年前佢創辦咗繩縛大同，以藝術節嘅形式推廣繩縛文化。係2016年嘅事啦，咁就當時想係做到藝術嘅大同啦，同埋人嘅大同啦，同埋繩綁嘅大同啦，咁樣希望可以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呢件事上面揾到自己中意呢樣嘢嘅理由咁樣，所以就創立咗呢個藝術組織藝術文化節咁樣啦。咁由可能2017年到而家啦，大概做咗6至7次啦。咁就除咗疫情停辦之後，每一年都有做嘅。咁就係一個結合唔同嘅藝術方法去用繩綁作為一個主題，即係可能畫畫係畫繩嘅，跳舞係同繩一齊跳嘅，跟住可能影相係影繩縛嘅，咁樣就成個節日咧都係想推廣翻唔同嘅 art form。公眾嘅反應都幾熱烈啦，亦都多數都有正面嘅反應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嚟參加我哋嘅 workshop 咁樣去了解呢樣嘢，以一個導賞嘅形式點樣去appreciate 呢樣嘢啦，點樣去睇呢樣嘢啦，揾自己中意嘅角度咁樣。即係你綁過嘅人，其實最大年紀係幾多歲？可能70歲啩，係啊，都有學生係會想學呢樣嘢，覺得好有美感。我覺得可能銀髮族要處理嘅可能係可能佢個內心裏邊文化嘅衝擊會大啲啦。反而可能佢身體上佢哋都好壯健嘅，反而係要解釋俾佢聽呢樣嘢其實係一啲乜嘢啦。佢既定嘅印象，其實你點解會想嚟了解呢樣嘢啊？咁呢一啲可能令到佢會更加會投入喺呢件事咯。你都玩咗可能10年咁，你覺得嗰個風氣或者轉變？可能同10年前比啦，係嗰個文化趨向就係有多咗人啦，亦都多咗一啲唔同嘅媒介啦，等佢可以接觸到呢樣嘢。但係咧都仲係好小眾嘅，可能嗰個網絡上嘅評論風氣反而我覺得係有變嘅。可能10年前我去做表演或者我去做訪問，係啦，我當時都已經開始做訪問。可能樓下邊嗰啲 comment 全部都係寫變態啊，你係咪有問題啊？要唔要睇醫生啊？咁樣咁到可能呢1-2年，我就哇原來係咁樣㗎，哇咦我有見過呢啲喎，咁樣即係嗰個好明顯就係有一個知識上嘅改變，係啊，大家都即係可能理解咗或者係讚歎多咗。係嘅，會開放咗咯。我未必中意呢樣嘢啊，不過我接受到其他人中意呢樣嘢咯。最近都會有學生啦，咁佢係可能同另一半一齊嚟嘅，咁佢會覺得我可以透過呢樣嘢揾到新嘅自己咯。有個女仔啦，咁佢就嚟想被綁，咁佢就揾我，咁就想嘗試呢件事，咁我就好啊，咁我就試啦，咁幫佢綁完啦，咁幫佢解咗繩之後啦，咁佢係喊嘅，咁佢話點解喊咧？因為佢覺得
好 relaxing， 佢終於可以喺呢件事上面可以喊得出啦，因為可能佢好多時情緒好抑壓。我都識咗 Rika 大概8年，今年係啊，因為我哋係shooting 係 shooting 識嘅，我朋友就攝影師嚟嘅，佢就揾我，然之後佢就因為佢都知道我好想試比磅，因為嗰陣時嘅繩縛嘅文化唔係好熱門啦，又或者真係人哋會有好多意見咁樣啦，咁所以就真係好少試到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就認識到 Rika。係啊，同埋當時係前一日，哎呀，我哋另一個即係原本原定嘅 model 病咗，係啊，咁係一個好偶然嘅美麗緣分嚟嘅，係真係我覺得係緣分。係。咁記得第一次俾人綁嘅時候係有啲咩感覺？會唔會都緊張？我其實係冇諗過任何嘅嘢㗎，我就係又唔會話哇好興奮，又話咩？我就係好好奇咯，我就佢點樣做嘅咧？咁樣咯，就係我就已經任由個身體就交俾佢。當被吊起嘅時候 Rika 都會提醒要離地啦，又或者下一步係點樣做，咁我哋都會身體嘅狀況點樣啊？即係每一次都會問，就算係即係而家識咗咁耐，都每一次都會問，都會同佢講嘅。我哋而家就好似啲幼稚園嘅老師咁樣啦，即係見到有啲新嘅學生咁，我就會多數咧就會揾 Michelle 一齊嚟教咁樣。因為我好中意藝術嘅嘢，同埋我哋會好中意一啲創新嘅嘢咯，係啦。我哋會一齊去試新嘢，例如可能今次試下影水啦，今次可能試下影即係可能粉塵啦咁樣。佢哋今次可能試下影係啦煙啊。我哋之前有一次試過上電視嘅訪問，咁跟住之後佢又話翻俾我聽話屋企人有睇到嗰個訪問，跟住之後佢哋就咁樣咯，好似係有個恍然大悟咁樣。冇話特別反對，哇！點解你要做呢啲嘢啊？或者咩嚟㗎呢啲？咁呢啲只不過係佢哋唔認知嘅嘢嚟嘅啫。咁佢哋都可以去了解，我亦都可以去講俾佢聽。你了解咗，佢就睇到原來佢試咗，好正常喎，佢人仲喺度喎，咁樣係啊。我覺得你唔踏出第一步去試，你就淨係得個諗咯。係你諗嘅話，你就即刻去試做啦。真係嘅。呢件事只會發生一次㗎咋。係。信報 YouTube 獨家優惠，只要嘟呢個 QR code，即可以以38蚊試閱信報網上版1個月，1日都唔使個半，快啲訂閱啦！